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福气类的节目。今开始了单元吼，哇，老西来人非常介有关系吼，讲的是西来人杀父线嘅问题。一般来讲，西来人吼，伊声音吼都细细都大吼，多多少少听出来有杀父线嘅问题。乜嘅问题咧？今大家大家好咧分享一下。所以接下来分享你今日欣赏吼，其实你亚东医院泌尿科嘅后病欣赏分享。嘿，大家好，我是亚东医院泌尿科邱信上哈，分享欣赏吼，哇，欣赏今日来到节目地度，老大家来讲，西来人多多少少，我唔敢讲绝对吼，唔过有欣赏来讲，吼，你听出来拄到嘅问题，你又咧讲嘅係西来人泌尿科嘅杀父线嘅问题。因为吼，大家生活品质越来越好，年纪越来越大，寿命越来越长，所以射物线的问题的跳白也少，跳白好少。认为大家那个人寿命都越来越长，所以尤其是50岁以后的西来人都有射物线的问题。50岁以下相对比较少。一般都安样讲嘛，因为年纪大咧，身体容动久咧，有冇？人开始会慢慢出问题，是安样型吼。然后有一种图吼啦，大家来简单讲一下。我相信吼，动因不论係誰來啊誰妹，大家都會啲殺父線。現場啦，大家都講下，佢到底讀哪一篇呢？吼，有冇功能呢？吼。射物線其實它是一個不是很重要的器官的哈。它除了在它的位置在膀胱的下面哈，那連接這個尿道哈，那它的那個功能哈，其實在射物線的功能哈，其實它射物線會分泌一部分精液的成分，有一部分是射物線。那另外它會裡面的成分會幫助精子的活動力，然後幫助那個受孕。是。那另外就是它射物線一分泌的一些成分會保護尿道，比較不會發炎。除此之外，其實它沒有太大的功能。是。但是射物線超過50歲以後哈，因為50歲以後射物線會慢慢開始肥大，是，所以反而會造成一些問題。哇，線上講起來是咪講到乜嘅咧？講到射物線感覺冇乜嘅功能，好啊，也唔係乜嘅太重要嘅器官。不過可是對50歲過後，動慢慢，它會造成蠻大的困擾，跟問題。大家有談到，感覺冇乜嘅功能，冇乜嘅重要，不過佢又會造成異態嘅問題，是這樣子，對不對？所以線上一開始來講嘅是有射物線肥大，另一邊講嘅係比如射物線增生，不過你一般你會講哇，射物線肥大嘅問題。射物線增生到射物線肥大，其實講的是同一件事情的哦，就是說法不一樣而已。所以講到射物線肥大，這邊有一張圖，請醫師好好來說明一下。看左邊。這個哈就是正常的射物線哈，這個大概在年紀比較輕50歲以下，射物線大概這樣，它沒有特別的大。對，射物線需要男性荷爾蒙的刺激才會長。那狗50歲以後，你看到這個右邊這張圖哈，該射物線開始變胖了，變胖，所以相對你可能該尿道哈是被擠壓，那膀胱也被擠壓。所以會造成一些症狀，下泌尿道，我們叫做下泌尿道的症狀。難怪，所以因為大家昨天看到兩種都是從線上講，它一旦變胖了，它就擠壓到了尿道或是膀胱，所以一般因都有射物線肥大嘅頸頭症狀，這是男生哦。醫師，這個真的要你好好來說明一下，因為我完全沒有辦法感受這個部分，要是射物線胚胎嘅頸頭，這個症狀哈叫做國際前列腺症狀評分表了哈，是，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有7大症狀哈，像頻尿、尿急、夜尿，這3個是屬於刺激性的症狀，就是在膀胱儲尿期的症狀，那另外射物腺肥大還有可能會有用力排尿，屙尿出力，或是屙尿感覺
瓮墙哦，有瓮墙，某是瓮牙有时间吼偏手气下球，好，咱感觉个小便速度下慢，某后上时间很急，咱用因瓮牙就会滴滴答答尿不干净的感觉，这些都是社会腺肥大常见的症状。好，头摆我还有龙眼干，真的有看到龙眼干去瓮牙去到该鸟头面前只是去冻住很久，要才尿完，所以可能那也是攝護腺肥大。问一下性上吼，像攝護腺肥大的问题，它有刚刚那张图看起来它变很胖，那它其实是不是肥大也有分为一点点肥大，或者增生的很严重？没有错一般我们正常攝護腺大概20到25公克左右了听起来还蛮小的哈。对，那随着年纪的话，过了50岁它就开始变大，开始变大会有的人是比较小的40、50啊，甚至大的70、80，或是量起来用超音波照起来破100的都有了破100的哈。不过主要还是要看这些症状。是，还有看镜头，到底为什么会攝護腺肥大呢？到底什么原因嘛？原因？攝護腺肥大的原因应该是多发性的没大概没法图就单一的症状单一个原因来解释不过最常见的应该是跟年纪是年纪还有这个男性荷尔蒙男性荷尔蒙比较有关。所以医师那跟什么有关？比如说，你一般会讲有些问题这就是没办法，他年纪大了其实会按用因，所以这跟保养有关吗？比如说好好保养，因为糖性上讲对谁来讲尿腹腺该胚胎其实影响很大。你想想看，尿又很难尿，举例比如说有一些蛮严重的问题，按用因听起来就是一个不可逆。预防来讲目前在医学上没有说很好的预防方法，因为跟个人的体质，就是我们讲的基因可能也有关系。有些人攝護腺就是长得很快，有些人到60、70岁攝護腺还是很小，没有什么症状。是，所以我们能做的就是像现在一些比较新的研究跟攝護腺这些下泌尿道症状跟我们的肥胖那些有关系就是所谓的代谢症候群那些是有相关的，是有关系的，这个我们可以做得到的。是，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做得到的。不过其实讲到攝護腺嘅问题除了大家分享按到攝護腺胚胎一般来讲增生的问题，其实还有其他的问题对不对？像那个血水越好男生就要特别注意攝護腺癌的问题50岁以后就开始慢慢发生率会变高。是，尤其是台湾常常攝護腺癌发现的时候都是已经中晚期。对，为什么？因为平常没注意，是这样吗？对，所以现在大家渐渐都意识到，血水越好每年至少要抽一次攝護腺的癌症指数这在渐渐。问一下，一般来讲，因为都抗原检查的时间，不论是谁来因还是谁某因，都会有抽血检查那个癌症指数。可是有一种说法是说，通常你看到那个指数已经很高了，就是红字，那其实那不是已经很严重嘞？攝護腺的癌症指数我们一般就是健检的时候，如果那个没有给付的话，其实可以自己在家抽，那个多一点点钱，没有多少钱，那是当做一个筛检当然筛检有时候一发现就很严重，是没有错的。所以医师的意思，但是初期的话，如果提早发现治疗的那个治疗的效果预后是还不错。是，所以黑工做抗原检查改时间有攝護腺癌的指数的抽血检验是可以做的。对不对？也是一个算是一个指标。可是，医师攝護腺癌，因为心脏讲一般地都也是都会中期才好，晚期有没有什么症状？它症状是跟攝護腺肥大症状相同吗？雷同？没有错，有些甚至没有症状。当然，如果说最严重的已经发生骨转移的话，那当然就是会有骨头痛那些的症状。可是像心脏讲的骨转移，那都已经很严重了。对，很严重了。所以这个，那真的
其实从性上讲，其实冇乜嘅镜头诶。吼，伤心好冇乜嘅镜头，所以其实平常时做空间检查所以注意，系冇等同你其实起到有镜头嘅时间，就是比较慢嘞。所以会提醒，不一定是，其实常常是家里的那个女生哈，比如说阿公、阿婆哈，那阿婆要提醒那个阿公要去做一下射物线的检查。医生很可爱，所以阿婆会提醒阿公，其实阿公也要自己提醒自己啊，对不对？要谁来因为俩是谁来因，问题谁来因去干谁有警觉心，要注意，对不对？吼，所以因为思想性上讲诶，有一些好严重的，你讲癌症，其实有些症状是比较显而易见的。对，那有一些症状是好无法度发现。思想性上咧啊，讲到诶，杀腹腺癌、癌症嘅镜头，一般来讲跟肝一样嘛，就像肝是比较没有症状，一旦知道都很后期了哈。不过还有嘛改了，大家咧分享哈，大家是另外差聊下，等下常常咧讲。今日要讲到阿东医生嘅休息上咧，到节目底度啦，大家来讨论，哇，谁来认听才会注意嘅杀腹腺嘅问题哦。今日啦，先生打嘴鼓过后，我讲地讲，其实杀腹腺嘅功能还好，唔系当重要，然后杀腹腺咱唔系当重要嘅器官，唔过哇，杀腹腺嘅问题对谁来影响动态？先生系咩？有啲因为吐毛，吐到唔喜看先生，做妹、爆妹，咋个本先生可能意思变好养宠。无也无拄到吼。像迄个门诊患者，常也无拄到，小便很不好吼，膀胱胀，然后个尿激到个绕去。什么意思？什么叫膀胱胀？就是射物腺肥大到排尿已经很严重，然后很困难，对，那东南欧尿，不好意思来看医生，最后被家人带来，带来的时候已经膀胱已经胀到。比如说700-800 cc， 甚至破千，那这样子，那就代表尿没有排出来啊。对，它已经积到肾脏，甚至造成尿毒症，要洗肾，甚至后来才发现，其实它就是射物腺引起的。为什么要拖那么久？这个在拖很久，现在是比较少见的现在大家那个就医的那个。都蛮方便的，还少了哈。挑白啊，冲肚肚，冲白肚肚安用眼问题哈，所以你也蛮意思嘞，就是思想性上讲的，其实欧阳有问题是刚刚基本性上看，是不是这样子？不要自己乱吃成药啊，不要自己乱吃成药，走得去到药局去买成药吃，跟射物腺有关的药，嘿吗？有些人会去买什么某某膀胱丸之类的，所以那个还是不要好的，还是请留医生。所以其实简单讲一类去找邱医师就对了啦一不到信上找泌尿科专科医师，找泌尿科专科信上，其实这真的很重要。基本你做埋做俩事，所以简单了大家来讲简单改卫教知识，咪就那样讲。唔过你下以前事情，然后大家来讨论嘛个事情咧，好。当然因为讲，我可能唔系杀腹腺嘅问题啊，我可能是因为我水灵好多啊，可能系因为我膀胱好冇力啊，当然因为有安样嘅想法，那系讲因为我年纪大咧啊，所以我本来是安样因，冇一发现系咩射腹腺嘅问题，所以第二篇是带了一张自我评分表。好，因为看电视嘅乡亲朋友系讲，你了在看电视，你做点那笔啊、那集啊，你做点台肉做一点小笔记，好来测验一下。自己係咪有安樣嘅問題？係講係阿婆看電視時啦，阿公要注意一下，所以長先生啦，大家解說一下。你看評分表，國際前列腺症狀評分表，人家其實唔是抄啦，大家如果上網去 Google 找那個國際前列腺症狀評分表，或者叫 IPS， 現在人家都用中文版的人家是不是把你小便的症狀那個列出來？你有沒有這些症狀？那有的話就打分數這是1分、2分、3分、4分、5分，打分數。1分、2分、3分，完全沒有就是0分，那你就完全沒有是1分了2分、3、1、2、3，對，完全沒有是0分，然後1分、2分、3分、4分、5分，好，那下一張
是我们老乡亲朋友来讲一下，就比如讲你可能有第一点係講你尿係講冇惡強嘅感覺哦，比如很勇氣，尿冇埋強哦，你可以擺，你過去是揀嘅地圖係咩？完全冇樣解清晰，係講可能有500哦，上次咪講我100度按用音，你是自家做啲寫評上100度。按用音是係5分哈，比如講你屙尿過後2點鐘之內又係屙尿，哇，都係按用音。咋個來講是係講哇，屙尿斷斷續續，是從性上講嘅這個就是警示我來注意。比如講你都係按用音是5分，哇，性上按用是15分的是代表好養蟲的哈。聽你來看一下第2種，比如講小便比較慢慢。尿流速比較，感覺該尿一點點，慢慢尿，比較慢，就是很小的，對，是屙尿出力，要很用力，動出力，我是感覺該屙尿，因為哇，很困難哈，所以大家做呢講，完全冇按用音，該是恭喜了哈，是0分，係講500以內1分，冇到1半2分啊，按用大家按用來看，最每題3種都大家來講一下，還有乜嘅咧？這個係咩？線上有講過就夜尿的次數，阿布特上床睡覺以後到停業起床以前有小便的次數正常的話應該是沒有或者是一次一次還勉強可以接受線上你這樣講真的是你100還可以接受就對了我的意思是說常常這樣，下巴冇用過啦。下巴冇用過。下巴因為阿布特水血啊多哈，或是有些刺激性的東西啊，或者喝酒，下巴就兩百冇用過。當然按用是總的。所以線上想按用講一下，按照上眾嘅評分表下了，係講你自己打勾分數來構是。一般嘅評分表哈，如果7分以下是算輕微的症狀。輕微症狀的話，不一定要看醫生。攝護腺肥大不是每個男生都有攝護腺，但是攝護腺肥大不一定會有症狀。症狀如果輕微的話，其實不一定要看醫生。如果7分到15分是算中度的症狀。中度的症狀的話就需要看醫生。超過15分。15分到剛剛講錯，應該7分到15分是輕的是15分到25分是中度症狀。是。那25分以上就嚴重的症狀。哇，線上你這樣看一下，其實要超過15分也沒有很困難呢，對不對？1、2、3、4、5、6，對，7題。線上你看，我們剛剛有7個題目嘛，一個題目如果是2分，比如1、2次或是偶爾，就7個題目2分就14分了耶。所以其實要有15分是輕度症狀，15分以上是輕度症狀，中度。所以如果依照剛才那個量表，要達到中度，好像也沒有那麼不容易耶，還蠻簡單哦。對，有時候還是要看一下你的症狀。不過通常我的款醫生都是有症狀，有自覺症狀，不然他不會想來看醫生。那另外就是家裡有老人家要注意一下，因為有時候他自己不知道，或者是說他不好意思。所以像門診有時候是都是被太太帶來看醫生的。你看阿婆同阿公的嘛，其實嘛，我們阿公聽，而且我超過50歲隨注意啦，這種線上講，還是中壯年的時候是會注意的哈。所以其實以看線上除了到線上來溝通講你個情況到整條係嘛，其實醫師當然也有很多檢查的方式。一般可以攝護腺檢查哈。第一個在門診的話，醫生會做肛門指診，去觸摸攝護腺的大小那很重要就是摸攝護腺會不會有硬塊，有硬塊的話就要小心，可能是不好的攝護腺的腫瘤。那另外就是當然會做一下小便的檢查，看是有發軟毛，小便有沒有發炎，就是尿尿有沒有發炎，肛門指診就可以摸到攝護腺有沒有胖胖的，大小、硬度，那另外必要的時候會做攝護腺超音波，看。線上我以為去看都一定會做超音波，不一定，不一定，看情況，另外如果說小便真的比較症狀比較嚴重，有時候會進一步做所謂的尿流速的
尿动力学的检查，是看你小便的速度有没有正常。那另外就是看尿完以后膀胱有没有尿干净。这个也是给泌尿科医师判断款叶钙膀胱受到射物线影响的状况是怎么样？两边特别老大家来讲一下，那超音波改检查哈，其实射护腺改超音波是从肛门做，对不对？不是从肚子做。那要麻醉吗？要一般不用了，在门诊的时候就可以做了。所以一般的门诊就可以直接堵填充，是走得直接做射护腺改超音波改检查，是从肛门做哈，所以是不用麻醉的。不用麻醉。所以医生做完超音波之后，应该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到你的射护腺的问题。超音波做完这一个部分，超音波最主要是考射护腺的大小，因为它量那个大小量的比较准，是也可以比较你的钙射护腺又比球烟还抬，模式有没有变越来越大这样子。是走得了解起杠杆问题哈，所以其实可以吃药的，走得洗肉了。没有错，射护腺治疗的话，目前第一线还是吃药了哈。像有2大类的药，第一个就是抑制男性荷尔蒙啊，另外一大类就是所谓的肾上腺阻断剂哈。肾上腺阻断剂的话，它改善症状比较快，大概2-3个月就感觉瓮牙会有改善。但它有一点点副作用，有些人会血压会降低。不过该下 Q 的肉个怎么爱用了？那现在肉个对血压的影响已经很小了，所以这个大家都可以放心的治疗。那另外另外就一种肉个是抑制男性荷尔蒙，让射物线缩小。就是我们一般市面上伤害用讲，就有一种肉个血疗射物线变小，确实是变小了。它体积大概可以缩小大概1/4了。但是这缺点是血下球，咱们血上面液、板液、菌液，该好过怎么出来？那如果像医生这样讲，斗在心上因为建议其实哪一种药，你们的判断是？还是说2种药都是看个人？没有错。刚才主持人讲的没有错哈。在比较大的射护腺第二治疗趋势就是2个药同时治疗。同时吃？对，就是所谓的就是所谓的combination therapy 就是我们讲2个药一起吃，可以一方面有效缩小射护腺，一方面改善它的症状。不过这个要泌尿科专科医师来判断。看当然每一个人的状况不相同嘛，你个射护腺癌问题的养虫系无法养虫嘛，是像先生讲的，先生像安样个射护腺癌问题，依个食肉，其实除了食肉之外，当然先生会看依个养虫个长途来接听。有的话做得开刀嘛，对不对？做手术啊，来那个胚胎嘅地方，你容易来做处理也做得。所以到底会是肉咧，还是讲来开刀功能原因你请你家乡亲朋友先聊下，你马上广告过后，咱来老先生来问到底原因做。今日长头邱先生来到节目底，同大家来讨论谁来应该射护腺癌问题。上趟节目讲到食肉嘅，食肉其实有都效果愈好。不过上来问一下，像射护腺癌问题，一般来讲，比如讲像高血压嘛个高血压问题，因可能会长期食肉嘅。反正意思食肉成年来是出来，冇买就得听。像射护腺癌肉嘅，就得听冇，又係講看狀況。像主持人讲的钙射护腺是属于慢性病的一种了所以其实跟糖尿病、高血压其实是一样，要长期治疗。因为钙药的话，尽量我们不建议病人停了听日后上下就因血好好听，按症状又来就是会反复这样，而且射护腺肥大现在医学的观念是一个进展性的疾病，它会越来越跟着年纪会越来越严重，所以血肉一般不建议病人停。因为其实有到慢性改病当伊血肉其实跟成年下去，对，等于是控制呢嘛，所以射护腺癌肉嘛就按用改功能所以讲到了些线上其实冇停错，除了血肉还做得开刀。
宠物黑妹。如果药物治疗效果比较差的时候，有时候就是要手术了哈。像从在射物腺有溃痘的情形哈，它的适应症哈有几个，就是第一个就是说你曾经有2次尿不出来，要导尿，1次还可以接受，还可以再试试看药物治疗。如果2次以上的话，就可能建议要开刀。第二个就是说已经影响到肾功能，或者是说经常发炎感染，那甚至预热因射物腺肥大盖尿瓯墙会长膀胱结石，这个时候也需要手术。但膀胱结石不一定有射护腺的问题。没错，对，好，但射护腺有可能会引起膀胱结石。如果有膀胱结石的话，其实也应该开刀，不然结石打掉以后，下次又会再长。那射护腺有溃痘最多的人还是吃药效果不好的。吃药效果不好的时候，你可能跟你的泌尿科医师要讨论，看是不是要手术了。那会不会有一种情形是讲，其实手术我们一般给观念是不是讲手术感觉上一次就处理嘛？对，那会不会有人就说，我不要吃药，我直接手术？有时候也有了哈，通常是一来症状是动阳虫了，像尿不出来的啦，或者是说一来的时候他膀胱已经造成阻塞很久，影响膀胱的功能，这时候可能建议病人讨论看看是不是要直接手术了。那手术的话，大部分都是微创的啦，所以没有像以前那么可怕。那现在都是用微创内视镜的手术。当然，内视镜手术就分该用电刀刮除，这是健保有给付的，或者是说考虑用自费的，用雷射的话，雷射射物腺切除比较安全，比较不会流血，但是健保没有给付。那在某一些年纪大，比如说因为心脏病、糖尿病那些手术风险比较高的病人身上，用雷射的话可能会比较安全，出血少一点，那并发症也少一点。那当然这个要泌尿科医师讨论，毕竟那个射物腺雷射手术的话，健保没有给付。对。那会不会很多人为什么有安豆改疑虑？当然也会说会不会有后遗症或是并发症的问题？射物腺手术的并发症，当然所有的外科手术都一样，是出血、感染这些并发症，可能的并发症。那除了这之外，射物腺手术完，就是有70%左右的男生以后在性生活期间射精的时候精液的量会变少，甚至没有。但是这个不影响身体了，就是说，如果你要再生小孩子没有办法，就是因为精液变少。那另外就是对大家谁来因关心性功能问题大概一般的统计，射物腺手术之后会影响性功能，大概是1%到2%左右，并不高了。那另外有10%的人手术完会有尿道狭窄的问题。那有一部分的人刚手术完的那段期间会有急迫性的尿失禁，这些短暂的。不过尿道狭窄就是说它变窄，纤维化的狭窄。纤维化的狭窄，这个大概那会好吗？医师，这听起来很严重。这个在经过适当治疗之后，会比较不会再复发了。所以这就是一般大家讲的呗，好，社会是讲射物腺溃痘的世界被拄到后遗症或是并发症的问题。对，有可能发生，有可能，但是不一定会发生，不一定会发生，有可能会发生。所以其实还是真的要看你自己的整个身体的抵抗力啦、状况真的不一样。对，然后可能在手术之前，可能尽可能跟你的泌尿外科医师要讨论好就是可能发生的问题那些就是能够充分的了解。是，当然如果万一发生的话，就好好治疗，其实是还好。对，为什么我一直这么专注的看你改休心上因为讲到心里越听越害怕，好像很严重这样子哇，就你要跟心脏好好的讨论。还好，射物腺
射物腺肥大的手术，内视镜手术基本上现在算是安全的手术，是还算安全的手术。我们可以说它是小手术吗？走那样讲吗？小手术也没有到那么小，没有到那么小哦，所以其实也是一个中等的，算中等的手术安用音哈。所以其实这就是应该讲溃斗感问题。问一下，就是线上该还有讲到，比如说开刀完毕之后，因为刚才要讲到吃药，那他还要再继续吃药吗？6射物腺肥大的病人哦，他其实在膀胱的排尿已经出现问题，那有时候像急迫性尿失禁那些膀胱退化等等的那些问题，可能他的血肉会还有血肉定性的来，可能要吃一段时间。是，因为线上该有讲到嘛，比如讲有买问题其实本线上看，那线上在讨论，莫去介许多肉曲去卖嘛个心肉类食，对不对？线上也没有讲到，比如像感冒感因，还是说本身有嘛个身体有嘛个冲空感因，感冒的时间以卖嘛个肉可能有嘛个影响。射物腺肥大的患者哈，就很重要，就是在感冒药里面抗组织胺的成分可能会影响排尿，有时候甚至会尿不出来。所以应该如果说射物腺肥大有感冒要看医生，可能要跟你的内科医师讲一下，你有射物腺肥大，开药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所以係講你本身有射物腺嘅問題，你感冒，你有寒毒、冷毒，你本身上看，你可以跟醫生說，你有射物腺胚胎嘅問題，係冇，佢唔低嘛。佢唔低，所以佢納入本身可能電導病史要講，真的有啊，大把一看寒毒，一看身上這些都不是要勾病史嘛，什麼過敏啊，有曾經有什麼手術什麼，你要讓醫生了解，他才可以更安全的給你有一些更安全的藥物的使用。就這樣講，不過講到兩片的時間，我們一般來講我們講線上講到很專業嘛，一般來講誰來因為講，那我要去進補，對射物腺的問題的進補。是有嗎？有這樣的說法嗎？可以進補，或是不要進補，或是我要吃生猛海鮮？對射物腺來講，一般食物來講，進補是應該是不需要的，就平常的飲食走。平常健康飲食，體重啦。然後刺激性的東西少吃啦，那個一般我們講酒啊、辣的啊這些刺激性的東西少吃。其實師兄先生講，因為醫療單元做到按都是的，不論係英文性重口性上，什麼三高的血管科的講到比如說新陳代謝科講到最尾都是說飲食生活。对，这才是最大的前提。对，就是保养的前提。然后根本去讲到射护腺，还是讲到辣的某些按有哪个问题？不过讲到这边，我们来保护射护腺来放发线上又讲的我们帮大家做个整理，看医师已经讲了，对不对？第一个就是多喝水了哈，不要憋尿。这个好重要哦，对，最重要。适度的运动，适度运动对。下泌尿道症状有一定的帮助了，一定。但是运动真的对身体，对，线上没讲运动对心脏啊、高血压、糖尿病，就是所有的慢性疾病什么运动动宠。包括对泌尿系统是也有帮助的。对，也有帮助。好，那吃东西的话，高脂这些，这很重要，三高嘛，什么？简单讲是木屑汗喉啦。木屑汗喉啊，简单讲是木屑汗喉，然后总得小心使用前要烟酒嘛，好了，那我们就问医师啊，都到底心吗？改嘞？那我们要吃什么了？其实这个也只是给大家一个建议啦，不是说你吃这个就一定不会有射护腺的问题哦，给大家一个建议。经常有讲到南瓜子，对不对？根据那个医学的研究对射护腺有帮助，应该是目前这个证据力最强，应该是那个茄红素。茄红素就是番茄啦，是，就是番茄，比如说我们吃番茄，不要吃生的，生的没有用，对，要炒过的番茄炒蛋，对，有一点油的，烤番茄，对，那个茄红素才会萃取出来，是你然后你空腹一直卖个茄红素的浓缩锭来吃，现在也有，是这个在台湾现在有在进行那个临床研究中，对那个射物腺的症状有没有改善？确实是有。那另外就是南瓜子，南瓜子也有人说对血蓝印的射物腺有帮助。有帮助，其实南瓜子
是很容易取得的食物。我讲tomato，你即家还有咧煮熟，咧是去炒熟啊，烤配熟。咁讲南瓜子，比如你早先食烹嘅时间，可以讲用是麦片。麦片你不用用南瓜子的麦片地图，这样就可以吃到了哈。所以哇，今日非常感谢邱先生咧，都节目地图咧讲西兰人按创了解问题。好，非常感谢邱先生哈。还有因为个很好细节的问题，下白长绕墙邱先生咧，都节目地图来分享。好 ，OK。好，什么邱先生？好，谢谢。什么哈？乡亲朋友，今日俩是咧讲的是西兰人师傅先问，希望讲哇，看迄俩是之后有很好多嘅了解啦，很好多嘅认识。不过天天下来时间去做埋啦，先生讲去做认同哦，所以家家来做认同了。